請高天賜議員。多謝主席。我今日嘅議程前發言呢，係關於非法工作對本地勞動市場嘅影響。非法工作意味住勞動嘅剝削，意味住缺乏社會保障同工作條件嘅不穩定，亦都意味住工作環境帶來嘅健康風險、職業病同埋工作場所嘅不安全。所有呢一啲都會造成嚴重嘅社會問題。權限當局係必須要堅決打擊喺澳門特區出現嘅非法工作。我哋接待市民嘅辦事處不斷收到會展業界從業員嘅投訴，指儘管去年舉辦咗數千場嘅活動同埋展覽，但由於偽裝成旅客嘅非法工作者提供咗各種服務，以致令好多人都因而失業。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早前發生嘅，喺本年6月嘅第一個星期，警方聯同勞工事務局嘅人員展開咗一項行動，對售賣韓國歌手權志龍周邊產品攤位嘅工作人員進行身份調查，發現大約100名嘅工作人員正在從事本應可以由本地人擔任嘅工作。由於係國際著名歌手嘅演唱會，所以呢一個發生喺其中一個博彩承批公司嘅設施裏邊嘅醜聞，影響咗澳門特區喺地區同埋國際上嘅形象。澳門政府有必要釐清所有嘅責任，提升有關博彩承批公司內部管理嘅專業水平，並且制定具體措施，避免再次出現類似嘅醜聞。好多市民明白嘅係，如果對喺舉辦演唱會嘅綜藝館周圍嘅工作人員嘅身份嚴格規管為本地人，咁樣呢件事情又點可能發生呢？但情況係並冇對嗰啲隨意出入嘅非法勞工嘅身份進行核查，呢一啲嘅情況都係負責反貪嘅權限部門必須留意嘅。假設勞工事務局事前已經透過本地同埋內地嘅社交媒體獲悉有關聘用非法及兼職人員嘅各種告示，局方就可以安排稽查人員到綜藝館周圍，對所有工作人員嘅身份進行預先查證，以防止非法工作。但係並冇咁樣做到，因此呢係必須要知道點解冇做到呢一項工作呢？需要指出嘅係，主辦單位曾經喺各大嘅社交媒體發布貼文，公開招聘30歲以下嘅青年，提供嘅薪酬係每日200元人民幣，並且視乎銷售情況會加發獎金。有關嘅廣告仲表明，僱主係願意為工作人員提供住宿。而喺該名韓國巨星演唱會門票嘅合法銷售方面呢，亦都出現咗十分混亂嘅情況，尤其係有啲門票錯誤印製日期同埋號碼，因此唔排除呢係存在假門票同埋呢係投訴處理上出現重大疏忽嘅可能性。呢一啲嘅情況，我哋相信絕非首次出現，除咗損害澳門喺地區同埋國際上嘅形象外，亦都阻礙咗應屆畢業生同埋廣大青年順利進入就業市場。近期本地大學嘅一項研究顯示，本澳大約95%嘅應屆畢業生表示喺過去2年求職十分困難，只有唔到3%嘅畢業生表示對目前嘅就業機會感到樂觀。外勞同埋非法勞工數量激增嘅現象喺社交媒體上受到猛烈抨擊。澳門政府係必須要正視呢一類嘅問題，尤其係年青人失業嘅情況，需要為佢哋創造真正嘅就業機會。多謝。